把让夫妻分别，凄凄楚楚，大家觉得蛮难过的，当口到外头来的，来大家出的力量啊，一做来很好，一做来很好，啥地嘛？古人来的，你们古人来，古人我那也来古人，现在是不比古人白派，刚刚城乡府里拿出来的。乡府里嘛，上好古方，现在不比古人。乡邻长廊个被乡邻整个天地良心好，哎，那么人家讲金乡邻人情旧，应该不错。对林子文蛮同情的，穷帮穷啊，林子文老老实实种地，经常帮助隔壁人家挑挑树了、劈劈柴了，家里做啥白啃的，从来办法答应。昨日到该得来，3月里不是困3人，但是等至毛2年像自家人一样，地保叫林小追老好人，林志文到夫妻的房子这么里多个，大概600里多。嘿，哪想得到这样个人一刀2断，你老百姓帮你忙。神经脑公道，神女不起作用。今朝1刀2断，啥人谁死你？你一个女人落手真的呀！啊，这个随便啥事体想不得。看看个女人温容大方，啊，想不得。男人吃果实，女人把血的心机啊，一类的，谁知分出来呀？还有啥心机呀？明日叫不出地点不个，谁本来热混？看到哇，林志文么啥对噻，女人么大概跟人得罪噻。那么啥人谁死你？你乡邻帮忙，地保爸爸拿个金子，四面去两动的，帮忙。林志文苦的做一改，一边想不出2个心，还心双木林500年的同一讲，再过自家人。好个好事体要因公积德啊！哎，大家出2点啊，那么下2。那环境好个都想地摊办个事，想的那实在唔不农地嘛，帮忙刚刚固然也好干，有人出去嘛，有人出来咯。那么呢，弄开不必固然，这样3荤2素一只汤啊，半斤黄酒，几酒几菜嘛，上顶8次，乡邻等被交关得了，一到翁到城里向，侪要来祭一祭祭，再遇一面。那么因为分是家族。乡邻呀，介许多人，几十人，翁进几岁啥人，口子上当场不允许。那么只派一个代表，乡邻的代表，那么推个林小追来进去吧。空过来修进去，几酒几菜跳进去嘛，这老老的要哭进来，老好人，想想林志文苦恼了，主人，嘿，志文老弟呀，老弟呀。我是不是一口子哈子啊？来自个蓝乡邻在，林小追爸爸对你是天地良心好的。那么李来嘛，我主要是走把子呀。我到3个人说，我一想了拉乡邻长，因为不认识了拉乡府里向了，那么不理了嘛，才弄丑罢了。还是去打一个之后，是不眼睛上全部啥的？哦，都大4岁。又来小追了，老老的闷心气，哦哟！后来屋里向男人做啥活，身上想当补丁的，作为勉强，现在不得了，得法了。行头出在里心，还有2个小姐妹得里行头一样的，草地上向热炒个热炒，烂盆个烂盆，这样吃稀酒啊！一看古人的家里拉得一混，上我官方，环境蛮好，反正跟啥人？一看嘛，毛起后上眼屋子盯到里上看，各种上面嘛，顶天兵部府拿出来个古人问，害他林志文不看古人不离困困，抢他一个女人。不过乃照样发上浪向来几乎让我办不来，乃算做私人哎。啊，让人家还以为那个女人是蛮规矩，
可林子文么顶作业，对不是？3月不见得发财。有个嘴我难听的啦，下罪老本。千里山头孤人迷人，杀将几句。啊？谁是老一乡在乡林中？叫我不能让那男人迷人10句话。这个。好，喜欢。还是林子文要死着了，我再去骗你呀！我帮你10句话，来了是不是我为了害？来了你跟上来，那么到林子文旁边，老弟呀！林子文一看嘛，林小嘴巴巴，说得好，房子租给你房地也不付，刚上用意，小嘴巴。什么呢？看我的犄角上，我小嘴巴巴，我的那么是个老少兄弟，哪晓得的？你这个规矩人一刀两断，你哪会得是一个？你心里总有什么了？你多个高兴，奔过来那看机关，等我打招呼，叫我10句话骗骗呢。你非要对我看我谁要说干我个脾气，叫我骗骗呢？还是我个把年纪？你要死人了，我还帮你10句话。你讲了让小林长，你也相信？你聪明人，你不是笨人呀！你在地里做生活嘛，做饭勉强，还有啥男人吃苦死的了？我理想反落我落人，那你搿点点种研究得出？你眼睛划过几口，你到20马上来看娘。你看你个大姨，打得个外头20，你看你们人品啊比么兄弟俏。个无缘法，门子苍蝇都不了，苍蝇飞上去别人个家，门子顶上去回头摇。你看你咋不用力？你看你个死迷茫！你看你个身头翘，杨柳腰；你看你们一双小牡丹尖雕，不然男人要吃到在个发难当中来冒风骚。是用那么老，捉到个衙门去。是你个大20，这哭呀好，哭得你们隔壁乡邻也想困得了。原来你们没哭了，容高兴叫，都请老早，同志你个老高笑，说得困3人你我个鸡呀来找，想不得头痛虚荣。心好了，小小林长，那还睡的是3个没有知道心结分喏，但是你们千不讲来，万不讲，你晓得你讲啥人啊？你不要气啊！但是你们有高不有高本性嘛？你们不必你个气，要记牢。什
像个骆驼跑，都送你命一条。你们一看就气冲云霄，你往面前我引上来高嘛，或做你多疾风人风明亮掉。这个老老根，你这在说气呀？哎，所以对李妈妈要做李多吉。林子文在面孔上青，对家乡妈妈，我说得讲，非要你80岁啊，你500里200岁讲，天下人才好讲，觉得毛天虎不讲，神就跟毛天虎，你哪对我得？你再来做啥人？真生气，眼睛里忽然爆得出，对家乡看看，我把你这个贼人！滚开呀！把别个村内黑党来不是的呀？那么黑党们来是的，村内比较活络，对你妈妈这个烂腿子手里去，还是提出啊？哈，你先讲托你帮忙的呀，你体育挂错，哎呀，我来帮你先讲忙，行哪里？是你最过来嘛面孔贴背。铁三你来，爸爸。那做啥？阿姨几岁了？60岁，关你啥天？阿你有60岁子，我可是不讲，你的年纪差不多为了那给神那个。我关照你讲闲话，稍微注意点。你这个讲闲话听啥的？还是铁吃，还三无事。说给你个阿姐们去搞不那个兵部公子家啊，买钱后家，你晓得个？你这个男人啊，你可见个？哼，用这个做事体管，你哪晓得家？阿姨是搞那个做事体了，哦，搞子人在，媳妇杀头，那么今朝在法场来看来几男人，哦，神心来出个眉头，屁事这样说，你得一杀头在，你这个栏杆上已经搞子人在。李阿姨今朝这个好委屈的法场上进来，只那个烂活生。这个老老的不会形象么？一气子么嘴巴不得动发，声音也发不出，气之里呀，才过了结婚啊！你不可以结婚？我不做地包干啊，上次眼睛不是推气干，各种那个上面，各种那个麻香，各种那个果然，哼，一个点苗头也搞不出，当然兵部府拿出来。干不出，你一定不比啊！干说你听，你们那7、8、3姐妹，我们开锅台比干，你们开水头站干，还是家父一杀头在，那么奴隶补出来嘛，走地不是衣裳没说代理家，本族里都不是管，开锅台的嘛，拿开锅台出来嘛，还理所当然管，想啥有一个是黑天大宝，你这个宝贝丽丽，哎，家父，你别去听个来事人还三无事啊！我的屋里是还给乡里规规矩矩来，是一下是的那么个屋里呀。林子文听得蛮清楚，哦，原来为是俺都心结。反正我也我为想想家乡是不是个中人，那么的二回在刚刚对家乡眉毛是眼睛的，那里莫谁人说啥的，我拉不出个难过，2多眼里生大的。原来是此。娘娘家总是为何春美活络，非正是也也得功能为，根本还是让我来尽力追捕。故人为其尽力谁悲？应该领情的，生离死别，家是要来敬我白酒去吃。那么点点头，睡不好我了，帮老了海了，个嘴巴当然可以张开来，那么嘴巴张开，一杯酒。马上你嘴里向咕滴多，也以我气氛以那个地包跳起来，林小姐老弟啊，吃不得。林子们想吃不得嘛，可以追到嘴巴里，要门嘛，放开口，一口嘴。对你老忙，你讲，你有理由该，那么我吐出来。你讲得不理由了，我应该吃下去。是不是盯到你老忙？老弟呀。一个人啦，哪怕死了，也不要把人家牵头皮。
人有一口气啊，叫发长一支香。一个人总要长气，害脱那条命，不看棺材不来困困，弄点老嘴不来吃吃。那细子印上搞不出，人家个嘴也请来吃过的，武器嘴也吃啥子？哦，百年穷百姓在骂，那个人能够不长气，还吃里多个么子，这个难听个，哎，叫五句吃虎狼的个事。林志文向林子喜欢抬着干个的，一口嘴往家小面孔上喷过去，哦哟！那么长期在对在，自家倒白嘴，老弟呀，我们个么子没别家个，但是俺怕俺大家吹龙来个，我们进来一杯。那个女人少路的了呢？蓝丝音。耶，你可以我住得下亲上的呀？当心吃啥哇？啥不是？我绝不去和他对实家。干嘛子啦？哎呀，难听啊！要难听。那个嘴呀，跟我吃不得在。做啥？你懂得推得来的，吃的也不是只有10张。怪照那牙齿做事呀，你们对我做事。你们那喷血，怪照的。你们那喷血。啊是我是我现在研究出来的。那家。古在地、走步地的黑菜大包。那家。你多个种腔调，我就看得出。哪哪？我哥哥，侪是我腔。啊，我腔。没家里个我头。那家里个我头了，还是我是买家里个我头呀？那不是。也么你多个能不能让买家里下子我头？不然满天口口中，海中里个山栏木，那是武器是我居然有得出来。你讲，古代的老百姓那边古代的啥个招牌呢？那啥个高浪向？归你晓得，归你啥子？还是讲不出。姐妹们，讲不出来。大个名字做啥？俺是也想他便宜后了，人对我想他便宜后。哎呀，你来没走啊？见都刚出来忙不在，你们也啥都有在，也是在马可以到古代，也可以三古代，娘都要你是一代做他便宜后的哈。老老的想我想不来嘛，跟着呀。俺弟兄我水兄呀，我不仅耳光不能吃吃。老老的要洗上去，像府里像个掌中皮包一样，那是保护的呀。我的吃啥活的？我不来，砰跳进来一拉，哎，老头人啊，什么东府啦？喜欢打架对吧？那很好嘛，啊，男人打女人不像话的。你喜欢打架，我奉陪。我们到外面去弄弄不想想也是一块的，我吃得下个。一个苗头没有什么子，我毛家里当水要吃哪子？好在不自然，老老的这走屁股就已经气坏了。哎，气啥子？我气啥子？你让气啥子？气啥子出去？一个半月了让进来。哎，气啥子？给舌头气啥子？是呀，去马边去。他头上想不办法个子。你想不到。想不得个。照样一刀两断。是呀。那么我那想，可是公平呢？还会想错这个林志文不是固定人够想要个女婿个。我到现在想不通了，我认为想得不错个。我那认为想得不错个。那么哪会得杀头呢？这中间的是些人啊，弄不清爽的。林志文做呢？哎，我早晓得伊不是享富贵呀，我觉得应该千里迢迢上头高上。所以今朝林志文的戏啦，我也有责任。可不是要你要必须来的是脑袋把良心守得好在，还是来回来记了问。我只有上定八字啊，叫略表称心。大哥娘娘，你是要也来记呀，大哥娘娘。带你大家送一送啊，带你。啊，娘开，虽然你事业不做人嘛，当场准备到底大家一早我自己吃过饭的呀。来，进去。大道里向。看见马前后逍遥放啊，突装过神气为义，林志文却在现场。在条浪下再为林志文一名看得上触目惊心。我本来心里想，我的只有潘家，我吃正勾过了个女媳妇为错格，所以我实在往吃饱饭，我不离开昆山。我想固定总归要吃饭，我到个辰光做人生呀，我要搞资源了。在资源分开的辰光，资源等我讲，要拿林志文杀给我看，我说我一定要来看。
那么是发展排队。那么我想发展来到中关口再为杨廷正一名，再为毛启虎一名，想不到神就杀个林子人，可么整个龙福一个洞。现在科技只有微小里个绍兴人是要起。杨廷正受了改宰的了五心乡了行人，带上忙下去，看人一批一批上口蛮清爽。啥体嘛？绍兴人，哈也哈切大波，哈我过了女婿林子文，幸亏我老居，问林子文本人是不认得固定人，那么努力摆正，那是讲你多定人。林子文是固定人的女婿，全部都自家人，拿我的批经验，今朝那个帮夫人的，那个对人家当中丞相府里向根本不人来过，高枕无忧。像绍兴人啊，绍兴人，我幸亏分上那个当，分块人高，十方上居民，我说我要拿林子文杀不离看，一个要来看看，我不相信500张面孔来人啊，总有一位绍兴人，耶，一看顶起来的，绍兴人喂，一看绍兴人对自家上戴眼镜嘛，根本一想我气杀的，到底就了让我睡。哎，我当时听不出，一个那台上百姓人脚都几千人的，这种动作看得出的，大家心照不宣。还有几个连面到发枪来，啊，看见没有？本县把林志文绑在这里，哎，53可以到，一刀2路。这种动作，53克的么？这样我们拿林志文杀不来可，个绍兴人气球，2个肩胛杠个头，不一定的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喊个老多做新官来个，那么要调一个杀杀的，2家地上挖空一。啥人弄得清爽？绍兴人打过来看见65真了，哎，但刚刚个地包林小嘴个想法了，截然不同。林小嘴认为兵部府里拿出来个古代鸡酒鸡菜，看上去65真根子毛起红。绍兴人一个苗头了，哎，都要有希望的。那林子文屋里穷得人啊，那女人身在身浪向行头。前行各种古材，各种鸡酒鸡菜，农民拿不出，还为丞相府里拿出来的，还为各部丁人定期是一个样的，各部丁人姓各部比较65真姓6，还为济南的，啊，还为有心家来寄付，不得老百姓各个同情，人人海欲望，那么留下来丞相自家到亲自审问，还为了，这觉得希望来人，为各队来对杨廷正毛毛。索性要调一个啥光了。那么我们来各个苗头看，各丁人还是那个呀，世道不今朝，不出风云了，嘿嘿，心慌得比啊！大姑娘们认得个呀，我到小林庄大看泥石干，我到里带过河干，哎，林落日。哎呀，是不是以后么绍兴市衙门汉人认得个，所以到里找美女了。我的思瑞，有来思意。想不到，那男人关关雎雎，有人喊的一刀两断。是。天有眼睛的。哎呀，那么你是要晓得我是一个人有望嘛？你哪不去呢？呀，思意，你为什么岁岁忘顾？那个为首首旁观，我为侬丈夫有望得在兵部府，为侬丈夫有望，我的只有口骨连连，事业不做的，小小事业力不从心啦，三官人。哎呦，这个事业是厉害，为止我是一个人有望事体嘛，事业不做，所以昔日昏睡西陵，一两事业爷爷，我家丈夫。虽不为屈死，
我看还有一些希望。还有一些希望。对四样妈妈50岁可是也得了，马上杀退为啥希望？此话怎讲？这个人到上了，左右欢喜，太平无事。哪一个？哪有说的？啊？那古王呀，老大师哎，是。还要来快的。这个呢？啊？哎呀，对四样妈妈你这个是有啊？哪晓得故乡要不是我个基调的，然后问我阿爷来夸奖，这呀，素贞大概4月2个，李想出来，相夫狗呀，谁是林子文？这样的写，根本不对着。假使4月想出林子文，只有我个对子但是对头不来。来想要女士的骨缺在呀，搿搭也门清上了海。要不还搞一搞一龙球干出来。还要来快的。哪个？啊？这个。老手真不人人呀！绍兴你为啥不门嘿嘿？古定人出来呢？古他是为昆山那么青岛发上的，我为再说。发上让林志文脱3张，绍兴市呀，他们搞不出苗头。到底古定人啊，还是罗素镇的基要，是个么地会到上的。不是么看上去林志文庭前有人海底，真的急杀人。个马军在马最后不输的头呀，关着主有官等我地里把辰光，
这地杀杀他们老的姓丁人，余地能使怪太么？世人故脑子动的不得个夸，马上把主有股热中5日啊，眼睛一杀，5日出不开，破哟！一到3颗月杀头的，发上了蛮紧张，嘿嘿，固定人啊，走来的，固定人搭着钢器啊，坐头骨呀，这边鼓掌谁剃头呀？那么说得清清爽爽，有个杀个杀，拐个拐，讲这个讲这，尸体弄清爽，而是为主家乡。固定人回到昆山的门口呢，发上浪下个辰光嘛，是巧把初刻，实际浪下嘛5时分到，如果发上浪提早辰光的。固定人回来呢，心里想想，姑爷林子们总归出来管家人，哦，要林子们女婿面上面多分看见些，乃么的翁西和注意在，个门廊向看见他是走来是高兴得不得了。本来呢，姑爷有人海底一到2路小家这么姑上，现在听到浪向把菜子啊过好的，喝布啊过好的，因为底下的人侪把所有来。搿现在辰光突然来个老太师，那不开心，哒哒哒哒哒，直奔奔到听到了，固定人3个夫人侪哭出乌拉了海，要紧打上来，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哦是，想要走来的呀，哈，谁家哭出乌拉门，但是余家马上闪出来呀，不这样懒男人走来3个居民挖布杀来，这些辰光还不眼睛了。所以谁家的眼睛上追出来，哎呀呀，老相公回来了。固定人是市场插方，说转来还是皮毛，不过公国了，大兴来么各大庙里不对。哎耶，大厅上向过把布了喝布了，我里是人哇，还会出气的，3个夫人落里个气特的，一看不谁了。随时不看见鸡卵65针，还会男死噶？要么我固定人不应该有男啊，自家男就你死他来个鸡卵面孔，得自家养个男方法，谈得对其恩吉妇女，乃是那一经相夫传戏啊！要进门，夫人须得客套，玉儿送真你。懒男人这个技能是最欢喜的，眼睛上面能，哎呀，老相公，大事不好了！也好得了，要紧守定门，得家小妈妈，后日惊慌啊！老相公。
们2个人翻马机，别等我杀他！大头上路杨定军，那起后三路人，把他们刷刷当糊涂的。你为民是黑的人，给那相公叔叔相聚一岁归来。哦哟！固定人气婚，只有个屁股毛气候，我们认为姑姑相。哦，我个在想，够了的，我在在想，没用的，到心里想说对起。我现在受伤于世啊，好打官名人啊，各部过了预备规则，无跑毛霸道之气嘛，都像一人。只有个晓得我姑爷林志文，我个女婿，俺个硬要拿的冤枉杀对嘛，我想想个呆子不是俺大嘛。那么林志文我就不认得的，啊为林志文石头强的呢，石头凶手呢，如果石头凶手，晓得我个女婿照样办了，各种过倒是好过的，哎。哎呀，不要顾到人上浪想起，眼眼的林志文杀人凶手，乃是我一时英明手术的，不要把老百姓抹杀了。不过这一想不起了，林志文是冤枉，有人海底死他。一想起应该起，气子下来了，不提狗样事体。今年举个张屋子，冤枉该生冤枉，龙心双子承认狗样。如果确实凶手的，照样在。但过过了新戏，关照了中国过得过来，现在啥辰光了？这个到天津里忙一忙就清爽了。太阳分到当中了，说明5日为分到。霸道无跑毛还有一些的嘞。3星期前，叫了中国几块木等我发上去。如果发上了第一辰光好少跨马飞豹，叫一旁飞一。搿不得了，爸爸答应啥晓得？要紧出来，人家端正马匹，滴答登上马背，哇啦啦啦啦啦啦，忙发上去。搿不得了，爸爸一个屁的赶到人上，个屁马分进去了，里向侪是个人呀。要想我马么只听见哗一片路上，对不对？5时2刻，包2刻。老里向4块的50分到发上了进2刻的，可是提前作弊完，非要我马的出租马头，那么个老爸爸拼命，可搿辰光不打吧？发上了5时2刻的呀，还有1刻辰光的呀，好说鼓出去，快马加鞭，比刚刚还要快。那拼子老命了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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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好不容易到丞相府，老中国抬头一望，哎呀，年纪大啊，心里一急了，昏腾。也是一个不是丞相府，城隍庙啊，跑错地方了。老里向屋里头我的跑错，不可能的呀！雷声一口，石头相府。根本那导致城隍庙不错呀。你出来辰光，相府的不算大门啊，正等等关个。现在不对的，大门堂堂开，外头上排队。哦哟，国家里的家将，黄头子上水沟，硬把子日日混混，繁名扬山，发发烧烧，为乡邻里向台香烧绝绝，烧得衣无等等。各种样子，这个城隍老爷出庙会。丞相府鬼子需要再打出去，那排队也排头，石头相府。不过相府的动作不算慢，老中国出去了，一方面来排头的，硬把子就让外头一堆一堆一堆排起来。老中国要进他大等我马背门人，哈哒哒哒哒哒哒，大门进去比较快，刚刚正门出来，到大天津一看嘛，丞相俺已经和好的，一是想调四朝盲包分地绕学，诺大为要。
搿顶轿子弄过来，得一得气，请丞相要进轿的。三个夫人送到轿子旁边，请丞相上轿嘛，辛苦啊！各位丁人，宝铃一铃，响吊一只，刚要进轿，为夫人进轿的当口。老总管俺高头上球堂堂地奔上来，要想你大意不好，人场之中两可爆了。三个夫人也急了，上已经两克子，万一一克也来不及走啊！男男人啊，定定心心，把子得子，孤单发啥么？女婿苦浪头也有下来个走啊！那是呀，公事肉丝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得晓得出，对不对？上天么个吃饭去分八宝的，吃正林子文冤枉。你林子文是饭菜么？偶是三克杀头，那上的心虚的要提前辰光做毕业，个无肉冤枉心定。那么的确，媳妇的得子把办，人家弄得起随便哪来不及。那么丞相要到外头寂寞，那西差不人啊，还不两样。再想个把头，自家去狂魔，深恶气痛。一同南京便到，老总管狂魔去通知一声，还来得及。那么我多零零去下来，就官职注意暂时不能上。我个命令嘛，你不要等我不来。平里这样一句闲话，恐怕只有不听。那么我要写两个字的。马上关着，随着轿子半边，进书房来不及了，文房书包拿过来，片子拿过来，他几举报上去。那么一声吩咐，对总管忙忙拿公批文房书包。那男人孩子呀，为也公批了。上有子一杀公批嘛，一点点用上，不过三一天女婿走来，但今朝要杀头子，为也是要公批。老相公啊，来福节了。总管晓得丞相意思，要将文房书包拖过来，一方面没管理用的是用的，抬的是抬的，各部丁人皮两皮嘛，他起去。各部丁人啊，难得把血头的。晓得少年，那个不下坟衣，下坟衣晓得个至于头皮里后做消息。哎，看半日得来不及的，要一看水动。把我公丁人把我下不来个就吃来了，管理人啊，要通俗啊，听看得懂啊。耳闻今日所在林子文乃大帮土匪水灵，老夫为昆山黎民安全起见，亲临营场分责。老夫回到营场时，先取在林子文，违抗老夫之令，昆山县手脚拿下，这两句总看得懂的。再说不能说个人，搞不老的好少等我送得起。哎，依序大帮土匪，所以我丞相自家来改载了，为黎民安全。让你等我，老总管起来，那么对夫人忙忙来安明白我们个意思。心中所定。但是做到想要的了，为了勇气个，还听你们勇气，还听你们说的老话的。难怪那准备，老女是要拼死的，哈呀个辰光就结束了。有劲抵达登上目标，啦，老总管都发上，那么真心急的啥？发上了不声音的，发上是广场呀，不是市场里听诗的呀，新切。发上了就受着，消费还要交，哇啦，几千人的场面了，不声音。哎，搿点人呢，加么点气，眼睛么激动，对，在上看，随时讲马上不得要跳下去的，所以空气蛮紧张，闲人无声，啥地方喝上水都听得出，听到这个。那么现在四人官马上要立起来了，要到台上报辰光的。就是讲再有一刻或是三刻到，立起起来要上去报。放落地派的嘛有人，虎牙沟里虎牙青好，也先回了外头，虎到虎牙进打烊，说眉头子吃羊，
叫得世人过到上面海上晨光到，那么李亚水浪支上去，喂，落雨炮当一响，鬼子水嚓一倒下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假如已经观看的，林子文呢，随便吧。鬼子水下水呢，拿林子文的头发捏牢拉一拉，个头巾这个拉上，贴起来要凝聚聚。鬼子水弓刀举起，落雨炮个嘛，让看世人过上台，世人过一台，立起来哒，往台浪方向的浪跑。所以百姓谁人们紧张关子，老中国一到晓得苗头发的，发上浪十个心嘛，辰光到了，已经特大灯我马背，马了浪旁边大爷哒奔过来嘛，跟进去，刚刚一晓得了呀。那么老的揭发本，500万法嘛揭交，对，大老爷，命你刀下留神呐！海上刀下留人，搿上刀下留人啊，蛮突出，因为谁人辰光，突如来个刀下留人，法上浪本来人多，搿上声音吵个辰光听不见。现在谁人无声当中，海上刀下留人嘛，法上浪除脱龙盘不听见之外，其他来听见。该打鱼头的人听见屁股里喊刀下留人，说明林子文不要死了，不把你死了，要救你了。林子文是规矩人来着人，大家帮忙，用不着规则，对不住娘娘，在自动化的娘，哇，两面分开，牢牢的喊都是了，哒奔进去。世人官啊，已经将近到该站台，世人官离开该站台多少路呢？那比方像此地人啊，总也要4个来回个点。头一步把他在牢牢的噔，再过来嘛，好不容易这个世人官并肩，根本我们随便那谁要冲到台了。老好人今朝会得8血团，奔到阿婆呀嘛，杀上头一只脚，忙正的门前伸一伸，那个肉门开，跟世人姑娘分心，还能喊到下头人杀路的，突然之间个肉门开不分过来，发人成一个跟斗，世人姑跌到地上了，爬起来嘛，老中官啪跳到该站台。只有个觉得面色两样，那突然喊到下来，一看不认得丞相府里宫廷人旁边心腹老中官宫队，别，一人心如跳，牢牢的上来，照规矩礼节，东家一张公片，搞不来看，用不着我读出来比看来不起，但是个只有个话不够。一打让老张公片看半日，世人官他落地跑一下抽脱了。你讲起来我来不及看啊！我说了前头，内容先读给你听，到个辰光来不好啦，不好讲不样闲话。老的上气不接下去，气喘不带政治个自由。大老爷，奉相爷之命，道德之际，林子文依序大绑土匪须领，丞相为黎民安全起见，亲到现场亲自见证，所入丞相非到现场之际，悉把身匪宰决。诺，违抗相爷的命令，叫你身头拿下。驾是。这都是两头，这张片子拿过来，世人官上来报的，报。至于像你好报啊，你报一报我违抗丞相命令，我们个头要拿来。哎呀，这个，嘘，住口！不许开口，不要说话，啊，听我说话，你不要开口。世人官吓昏腾，林志文延续大帮土匪首领，向以青岛法上亲自进展。向你不到，先把原本斩了，本县的人头落地，你明白了没有啊？啊？哦，好了，不要报了。那么来呀，那么辰光到那哈办？他妈的，还有什么时光呢？时光作废了，辰光作废了，但是想要规则啥辰光杀人就啥辰光杀，
不少个辰光，退下。那么是人过我去，放骆驼跑个朋友，还在非吃嘞，这个不你都干，想要请到亲日该在啊，非要那悟空人。那么呢，啪啪一。至于这代老中国有什么的，老的吃力得了，我来许谁？那是百姓差不多才晓得，丞相要来，哇，不得了呀！大家领不清，啥叫啥林子文大帮土匪水林，到底哪位是己？有两个聪明的朋友领得起，阿位晓得禹王娘、丞相故意务兵之计啊，要来救林子文呀！阿位个。实行人定清爽，是呀，晓得都不要痛。到底老踏实，有资格哦。我们接啥呢？你们多多领领老娘家要来呢，还有苦担不能接受，那么多的65正3个不许客上台，两个我的口气中够爸爸了，现在我来的。想要谁要来那想得到，想要围困山马上到发展，对小家毛毛，小家你看娘中国爸爸想要来着呀！是，娘娘心里想开心啊，决心来着啊！起表一旦发上门，自家3个人不为先，定心一步，定心之大对抬起来一马，前前口袋上向满天后东张西望。我又买起后啊，这个家伙去心去死！哎，你要想杀他我男人啊，看上去你今朝自家的事业单子，所以娘娘得里了些狼血。买起后呢，听见宫廷人来，么心里想别2天。阿父啊，我那不是一张眼睛叫毛发，心啊当，自家打得那个淡水下头财路光着，觉得过过老来不好事体。丞相府那个便衣家将。现在已经拿过来，张忠魔鬼罗龙金宝4个皮肤像上工这样，老远里好，你毛起虎一刀扎起来，你不到让你手脱一些，这样种情况。哎呀，你声音哪会得发对个呢？那么何事呀？勾定人来耍个事体啊？真是该亲自该在。那么你看哪会得亲自该在？是呀。别人弄不清嘛，我得那定清爽，你来是他一在。不该你都在了是公相要来亲自该在，临时人也许是大帮强大的首领。不可能该批百姓该。还是故乡要这样个地位里吃不着来杀强的。不一定过，本来嘛你是想要，那现在干了为啥子？真正准备人想是我娘舅呀。那么我们老乡固定人3个儿子，在了今里向做官，那么总归还要点娘舅稍微照顾。那么听说牛干事你兵部府嘛，这样了故乡要亲自的发上。做事来再改。那么意思当中，够他是了判夺兵部府磨皮哇？这是怕磨皮哇？是呀，来嘛总归来的，穿西服难免就红。那么我心里想的就后事。那种的牙金牙关看工找不到，一张马上死呀！不找不到的那是皇帝的姑妈。你也没有拿那阿金金不到个辰光，开玉门，动脑筋，作新到外遇希望了。我用来的，妈，肉身爸爸，够踏实，打起来，嗨呀，老百姓哇，两边的让分开了，个导致老百姓呢，昆山之余，浑身发抖，没经到我来接的，心里想有数。阿为欲望林子文个事体来，搿自家干个事体总归虚心个呀，哈个呀。搿么林子文做生配大为真个从里做过讲道大话，阿为眼眼的做搿过了时来改在，那么真叫祖宗积德在，包括搿种希望不同。我挑心机，啪，硬把子一对里一对，硬把了，
实际上啦，出版辰光出场做过啥个官，做过啥个官，实在履历表了噻。哎，曾经做啥，曾经做啥。所以俺爸就是多年10名年的资格了。哎，跟现在辰光啪啪啪。如果俺爸只是一块块财产是当骗子特难的，那么就只有2块俺爸唱一唱。几句唱片啊，可唱得发达，简单点。神的香，背到出门能定，为你喜贺，与今生。凡民良善，与数十定可见，为国与为民。俺包上说人为弊，第一对两方今日第7名。多塞君，耳目与世无生君。分我的若是为水下，才是8日受龙定。红为家家，分能周瑜，斗而强，季节有一经。都是那么不义高强的英勇兵，一直响的中间风，叫满路对响以后，闻中间一到王明志，上方报击叫神归金人，西在于罪不用。真相猜错时代，心说追不着高，引让着爱心你的机缘，不觉手上哭得了。等到现在乔治定我来主有官，还有在八路官这个要进过来。这个太师在上，拜着昆山县杨定真，这个迎接太师爷，恭候老太师。做老太师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。在文化大革命不拉得，还要公布了气婚，那么要送飞无人啊！听听再说。来不讲，没晓得你搞啥人啊？来别气啊！但是你们有搞本性嘛？你们不必你个气。要记牢，手里的一箱个骆驼炮，都送你命一条。你们一看有气冲云霄，你往面前我引上来高嘛，或者你多几封人风明啊亮掉，这个老根。你这在说气呀？哎，所以代理妈妈要做理多急。林子文在面孔上青，对家乡妈妈，我说得讲，非要你8岁啊，你500-200岁讲，天下人才好讲，觉得毛天虎不讲，神就跟毛天虎，你哪带我得？你再来做啥人？真生气，眼睛里忽然爆得出，对家小看看，我把你这个贼人滚开呀了！把这个城内黑大俺不是的呀，那么黑大们来是的，城内比较活络，对你妈妈这个烂头子说的去，还是挺走啊！哈，你先家托你爸爸
忙的呀，你体育搞错。哎呀，我来帮你写讲嘛，在哪里？所以追过来嘛，面孔铁白。铁三年了，爸爸。那，多少？俺有几岁了？60岁，关你啥天？俺没有60岁子，我可是不讲。你的年纪差不多了给神哪个？我关照你讲闲话，稍微注意点。你这个讲闲话听啥的？还说铁吃，还三无事。说给你个阿姐们去搞不那个并不公子家啊，买钱后讲，你晓得个？你这个男人啊，你可见个？哼！哦哟，你这个做事体管，你哪晓得讲？阿姨是搞那个做事体了，哦，搞子人在媳妇杀头，那么今朝他发上来看来几男人，哦，神心来戳个眉头，譬如这样说，你得一杀头在，你这个栏杆上已经搞子人在。你阿姨今朝这个好委屈的发上来看来，只那个烂活生。这个来了的不会形象么？一气之不主播不得动发，声音也发不出，气宇之力啊，才过了结婚啊！你不可以结婚。我不做地包干啊，双子眼睛不是透气干，各种那个上面，各种那个马相，各种那个古人，哼，一个点苗头也搞不出，当然并不服拿出来。搞不出，你也得发逼啊！告诉你听，你们那7、8、3姐妹，哼，我们开古代的干，你们开水头厂干，还是家父也杀头在，那么奴的不出来嘛，做点不生意上没说代理家。这里很生活，开锅的你们，挪开锅的出来嘛，还里手打肉骨，想啥有瓜子黑天大包，你这个宝贝丽丽，哎，家父，你这些听来是你还三无事啊？我的屋里是还给下来规规矩矩了，是不是？一想死了那么个屋里呀？林子文听得蛮清楚，哦，原来为有这样的情节。反正我也要我为想想家乡是不是个中人，那么的二回在。刚刚在家乡眉毛是眼睛的，那里没谁人说啥的，我拉不出个难过，两朵眼里生大的，原来是此。娘娘家总是为何春美活络，非正小姑娘的功能为，那么还是让我来尽力追捕，故人为其尽力谁悲？应该领情的，生离死别，家乡要来敬我白醉去吃，那么低低的。睡不好，拿了帮了了，还了，个嘴巴当然可以张开来，那么嘴巴张开，一杯醉，马上你嘴里向咕滴多，要以我气氛以那个地包跳起来，林小姐老弟啊，吃不得。林子们想吃不得嘛，可以追到嘴巴里，要门嘛，不好开口，又可以追。对你老忙，你讲。你有理由该，那么我吐出来。你讲得不理由了，我应该吃下去。是不是盯到你了吗？老弟呀，一个人啦，哪怕死了，也不要把人家牵头皮。人有一口气啊，叫发张一支香。一个人总要争气，害他那条命，不看棺材不能困，弄点老酒不能吃。那戏子印上搞不成。人家个嘴也请来吃过了，武器嘴也吃上在。哦，百你穷百姓在骂，哪个就能够不争气，还吃里多个么子，这个难听个，哎，叫乌龟吃虎狼的个事。林子文想临时喜欢太这样个的，一口嘴往家小面孔上喷过去，哦哟，那么争气在对在。自家倒白酒，老弟呀，我们个么子没别家个，但是俺怕俺大家吹拢来个，我不进来一杯。那个女人少漏的了呢？蓝丝音。耶！你讲闲话嘴里向听啥的呀？当真吃啥话？啥么子？我就不去喝上都有10家。搿么也是啦。也难听啊！要难听。你个嘴呀，刚刚吃不得噻。做啥？你懂得推得来的，吃你不是只有10张。关照呢，牙齿做事啊，你们老，你们让喷血，关照的。你们让喷血。啊，是我是我现在研究出来的。那家。
固然的全部的了黑漆大包。那讲，你这个种腔调我就看得出。哪哪？我哥哥，侪是我腔。啊，我腔。没家里个我头。那家里个我头啦，啊不，我是买家里个我头呀。那不是。要么你这个能不能让买家里下这我头？不然买几口口中，嘿，做里个三栏目，那是武器是我们居然有得出来。你讲，古代的老百姓那边古代的啥个招牌呢？那啥个高浪向？规定晓得，规定啥子？还是讲不出。姐妹们，讲不出来。大个名字做啥？阿是也想他便宜后了，人对我想他便宜后。哎呀，你来么子哇？讲都讲出来忙不在，你们也杀头在，也死在，马看到古代，眼看三古代，娘都要你自己来做他便宜后的哈。老老的想么想不来嘛，跟着呀。俺弟兄我水兄呀，我不仅眼光不能吃吃，老老的要洗上去，像府里像个张总皮包一样，那是不好的呀。我的吃啥我的，我不来，砰跳进来一拉，哎，老头人啊，什么东府啦，喜欢打架对吧？那很好嘛，啊，男人打女人不像话的，你喜欢打架，我奉陪。我们到外面去弄弄不想想也是一块的，我吃得下个，一个苗头没有什么是我毛家里当水要吃哪子，好在不自然，老老的这周屁股已经气坏了，哎，气啥的，我气啥的，你让气啥的出去，一个半月了让进来，哎，气啥的，比谁都气啥的。是呀，去马边去。他头上想不办法个子，你想不到，想不到个，照样一刀两断。是呀，那么我那想，可是公平呢？阿为想错这个林子文不是固定人口想要个女婿个。我到现在想不通了，我认为想得不错个。哦，你认为想得不错个？哎，我哪不能杀头呢？这种见到是闲人啊，容易轻松的。哎，我早晓得伊不是享富贵呀，我觉得应该千里迢迢上头高上，所以今朝林志文个戏啦，我也有责任。搿么是要你要必须来的是喏，你把良心守得好在，还是来回来记录问。我只有上定八字啊，叫略表称心。大哥娘娘，你是要来记啊，大哥娘娘。对不起，大家送一送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娘开，虽然你事业不做人嘛。当场东北到底大家一早我自己吃过饭个呀，进去。大道底下看见马七虎逍遥放啊，突撞过神气为一门，林志文却在人场，这条浪下再外。把他让夫妻分别，凄楚楚，大家哭得蛮难过，当看不得外头来的，来大家出的力量啊，A 做来很好 ，A 做来很好，啥地嘛？果然来着，你们果然来，果然我那一来果然，现在是薄皮果然白派，刚刚城乡府里拿出来的。乡府里嘛，上好古方，现在薄皮古的，小林庄上搿边乡邻整个天地良心好，哎，那么人家讲金乡邻人情旧了，一眼不错，对林志文蛮同情的，穷帮穷啊，林志文老老实实种地，经常帮助隔壁人家挑挑树了、劈劈柴了，家里做啥白啃的，从来办法答应。说娘，到该得来，虽然你不是昆山人，但是等子毛两你像自家人一样，地保叫林小追老好人，林志文到夫妻的房子这么里多个，大概600里多。嘿，哪想得到这样个人一刀两断，你老百姓帮你忙。神经脑公道，神经不起作用，今朝一刀两断，啥人谁死呢？
你一个女人落手真的呀？啊，这个随便啥事体想不得。看看个女人温容大方，啊，想不得。男人吃果实，女人把血的心机呀，一缕缕，谁知分出来？还有啥心机呀？明日叫不出地点不个，谁本来结婚？看到没？林子们啥对的，女人们大概跟人得罪的。你们啥人谁是你？你乡邻帮忙，第八爸爸拿个金子，市面去两动的，帮忙。林子们苦的做一改，一边想不出两个心，啊心双木林，500年的同一讲，再过世间，好搞好事体要因公积德啊！哎，大家出两的啊，那么下两。那环境好个都想地摊办个设想的，那实在不农地嘛，帮忙刚刚固然也好干，有人出的嘛，有人出来了，那么呢，弄开薄皮固然，这样3荤2素一只汤，啊，半斤黄酒，几酒几菜嘛，上顶8次，乡邻等被交关得了，一道翁到人里向，侪要来祭一祭祭，再遇一面。那么因为分是家族。乡邻呀，介许多人，几十人，翁进几算啥人？口子上当场不允许。那么只派一个代表，乡邻的代表，那么推个林小嘴来进去吧。空过来修进去，几酒几菜跳进去嘛，个老老的到哭进来，老好人，这像林子文苦恼了主人，嘿，子文老弟呀，老弟呀。我是不是以后不喊着我？来这个蓝乡邻在，林三嘴爸爸，对你是天地良心喊的。那么李来们我主要是走把子呀。我到3姑娘时，我一想了那乡邻长，因为不认识了那乡府里向了，那么不理你们才弄丑罢了。还是去打一个之后，是你眼睛上抢不啥的。哦，我的4岁。又来下罪了，老老的闷心气，哦哟！那屋里向男人做啥我们身上想当补丁的，作为勉强，现在不得了，得法了。行队出在里心，还有2个小姐妹得里行队一样的，草地上向热炒个热炒，烂盆个烂盆，这样吃稀酒啊！一看古人个家里拉得一混，上我官方，环境蛮好，反正跟啥人？一看嘛，毛起后上眼屋子顶那里上看，各种上面嘛，顶天兵部府拿出来个古人问，害他林子文不看古人不离困困，抢他一个女人。不过呢，照样发上浪下来，几乎让我办不来。那时做私人哎。啊，让人家还以为那个女人是蛮规矩，可林子们顶作业，对不是？上有不见，得发财。有个嘴我难听的啦，下罪了本。请你随同古人迷人杀将几句。啊？谁是我一向在乡邻？叫我不能让那男人面前说句话。这个好，气婚，还是林子文要死着了，我们再去骗你呀！啊，我帮你说句话，姥姥是不是我为了害？姥姥的跟上的，那么到林子文旁边，老弟呀！林子文一看嘛，林小嘴巴巴。说得好，房子做不你房地也不付，刚上用力，小嘴巴。什么呢？看我的犄角上，我小嘴巴巴，我的那么些个老少兄弟，哪晓得的？你这个规矩人一刀2刀，你哪会得是一个？你心里总有什么了？你多个高兴。奔过来那看机关，等我当之后，叫我说句话骗骗呢。你非要对我看，我才要说个我的脾气。叫我骗骗呢，
还是我这把年纪，你要死的人会帮你说句话。你讲了让小林长，你也相信？你聪明人，你不是笨人呀！你那地里做生活嘛，做饭勉强，还有啥男人吃苦死的了？我里向翻落落的，那你搿点点种研究得出？那你眼睛花过几口，你到阿嫂马上来看娘。你看你个大姨，打得个外头阿嫂，你看你们人品啊比么兄弟俏，虽就光的话个无人帮，门子苍蝇都不了。苍蝇飞上去别人个家，门子钉上去回头摇。你看你咋不用力？你看你个死泥毛，你看你个伸头跳，杨柳腰，你看你们一双小牡丹剪掉。男人要吃到这个发难当中来冒风骚，西东那么老，捉到个衙门去，到是你个大阿嫂，早早哭呀呀好，哭得你们隔壁乡邻。想困得了，原来你们没哭了，容家心焦，都请老早，同志你个老家小，说得困三人你我个鸡呀来找，想不得头痛虚荣，气心火了，小小林长。那还睡的是阿三哥没有制度先结婚喏，但是你们天不高来，林志文一命没看得上，触目惊心。我本来心里想，我的只有潘家，我吃整勾过了个女媳妇为出格，所以我实在往吃饱饭，我不离开昆山，我想固定总归要出岸。我到个辰光做人生呀，为搞资源嘞。但资源分开的辰光，资源等我讲，要拿林志文杀给我看，我说我一定要来看。那么杀法难排队，那么我想法难来到，总归看再为杨廷正一面，再为毛启虎一面，想不到神就杀个林志文，可么整个龙府里的东，现在看见只有微笑里。个绍兴人是要气，杨廷正受了该在的了，唔欣赏了新人，带上忙下去，看人一批一批上看来清爽，啥体嘛绍兴人，哈也哈切大波，哈我过了女婿林志文，幸亏我老句，问林志文本人是不认得固定人，那么拿你摆正，那是讲你多定人。林志文是固定那个女婿，全部都自家人，拿我的批经验，今朝拿的帮夫人的，那个对人家当中丞相府里向根本不人来过，高枕富裕，讲绍兴人啊，绍兴人，我盈亏分上那个当，分配人高，十法上见面，我说我要拿林志文杀不离看，你刚要来看看，我不相信500张面孔来人啊，从6位绍兴人。耶！一看顶起来的，绍兴人喂，一看绍兴人对自家上戴眼镜嘛，根本一想我气杀呢，到底就了让我睡的。哎，我当时听不出一个那台上
百姓人脚都几千人的，这种动作看得出来，大家心照不宣。还有这个连绵刀发枪来，啊，看见没有？本县把林志文绑在这里，哎，53克一刀，1刀2度。这种动作，53克的么？这样我们拿林志文杀不来口，个绍兴人气球，2个肩胛杠个头。不一定的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喊个老多执行官来个，那么要调一个杀杀的，2家就像挖空一样，啥人弄得清爽。绍兴人打过来看见65针了，哎，但刚刚个地保林小嘴个想法了，截然不同。林小嘴认为是兵部府里拿出来个古代鸡酒鸡菜，看上去65针根子没起好。绍兴人一个苗头了，哎，都要有希望的。那林志文屋里穷得这个，那女人身在身浪向行头，前行各种古代、各种鸡酒鸡菜，农民拿不出，还为丞相府里拿出来个，还为各部丁人定期是一个样个，各部丁人姓各部叫65针姓6。阿为济南人家，啊，阿为有心家来济富，不得老百姓个个同情，人人喊欲望，那么留下来丞相自家刀，亲自审问。阿为啊，这觉得希望来人，为古队来对杨定真毛毛，做新要调一个啥讲了。那么我们来各个庙里去，各丁人还是那个呀，世道不今朝，不出风云了，嘿嘿，心慌得比啊！大姑娘们认得个呀，我到小林庄大看二世干，我到你大姑下干，哎，林落日。哎呀，说是以后么绍兴市衙门汉人认得个，所以到里长每年了，我的4岁。又来想不到，那男人规规矩矩，有人喊的1刀2度，天有眼睛噻！哎呀，那么你是要晓得我是一个人有望嘛？你哪不去呢？呀，师爷，你为什么手帮我啊？那个为手帮。把让夫妻分别，凄凄楚楚，大家觉得蛮难过，当看不得外头来的，来大家出点力呀啊！A 做来很好 ，A 做来很好，啥地嘛？古人来着，那古人来古人我那一来古人，现在是薄皮古人白派，刚刚丞相府里拿出来的。相府里嘛，上好古方，现在薄皮古人，小林庄上个被乡邻整个天地良心好，哎，那么人家讲金乡邻人情旧了，一眼不错。对林志文蛮同情的，穷帮穷啊，林志文老老实实种地，经常帮助隔壁人家挑挑树了、劈劈柴了，家里做啥白啃的，从来办法答应。说娘，到该得来，3日里不是困3人，但是等子毛2年像自家人一样。地保叫林小嘴老好人，林志文到夫妻的房子怎么里多个？大概600里多。嘿，哪想得到这样个人1刀2度，你老百姓帮你忙。神经脑公道，神经不起作用。今朝1刀2度，啥人谁死你？你一个女人65针的呀！啊，这随便啥事体想不得。看看个女人温容大方，啊，想不得。
男人吃果实，女人把血的心机呀，一类的，谁知分出来？还有啥心机呀？明日叫不出地点不了，谁本来结婚？看到没？林子们啥对的，女人们大概跟人得罪的。你们啥人谁是你？你乡邻帮忙，第八爸爸拿个金子，四面去联动的，帮忙。林子们苦的做一改，一边想不出两个心，阿心双木林500年的同一讲，再过时间，好搞好事体要因公积德啊！哎，大家出两的啊，那么下两。那环境好个都像地摊摆个设想的，那实在唔不农地嘛，帮忙刚刚固然也好干，有人出的嘛，有人出来了，那么呢，弄开薄皮固然，这样3荤2素一只汤，啊，半斤黄酒，几酒几菜嘛，上顶8次，乡邻等被交关得了，一道翁到人里向，才要来祭一祭祭，再遇一面。那么因为分是家族。乡邻呀，介许多人几十人翁进几数啥人，口子上当场不允许。那么只派一个代表，乡邻的代表，那么推个林小嘴来进去吧。空过来修进去，几酒几菜跳进去嘛，个老老的要哭进来，老好人，这像林子文苦恼了主人，嘿，子文老弟呀，老弟呀。我是不是一口不哈子我？来自个蓝乡邻在，林三嘴爸爸，对你是天地良心汉子。那么李来们我主要是走把子呀。我到3个人时，我一想了拉乡邻长，因为不认识了拉乡府里向了，那么不理你们才弄丑罢了，还是去打一个折后，是你眼睛上想不啥的。哦，我的思瑞。又来下罪了，老老的闷心气，哦哟！本来我里向男人做啥我身上像当布丁的，作为勉强，现在不得了，得法了。行队出在人心，还有2个小姐妹得里行队一样的，草地上向热炒个热炒，烂盆个烂盆，这样吃稀粥啊！一看古人个家里拉得一混，上我官方，环境蛮好，反正跟啥人？一看嘛毛起后，上眼屋子顶到里上看，各种上面嘛顶起兵部府拿出来个古人问，害他林子文不看古人不离困困，抢他一个女人。不过呢，照样发上浪下来几乎让我办不来。那时候做事人哎。啊！让人家还以为那个女人是蛮乖曲，可林子文么顶作业，对不是啊？上有不见得发财。有个嘴我难听的啦，下罪了本。请你随同夫人秘密杀将几句。啊？谁是我一向在乡邻？叫我不能让那男人面前说句话。这个。好，气婚。还是林子文要死着了，我们再去骗你呀！啊，我帮你说句话。姥姥是不是我为了害？姥姥你跟上了，那么到林子文旁边，老弟呀！林子文一看嘛，林小嘴巴巴。说得好，房子做不你房地也不付，刚上用力，小嘴巴。什么呢？看我的犄角上，我小嘴巴巴，我的那么三个老少兄弟，哪晓得的？你这个规矩人一刀2刀，你哪会得是一个？你心里总有什么了？你多个高兴。奔过来那看机关，等我当走后，叫我说句话骗骗呢。你非要对我看，我才要说个我的脾气。叫我骗骗呢，还是我个把年纪。你要死人了，我还帮你说句话。你讲了让小林长，你也相信？
你聪明人呢不是笨人呀。你那地里做生活嘛，作为勉强，还有啥男人吃故事的了？我里向翻落落的，那你搿点的种研究得出？你眼睛花过几颗，你到阿啥马上来个，那么要钓一个杀杀的，两家就像挖空一样，啥人弄得清爽。上新人打过来看见65针了，哎，但刚刚个地把林小嘴个想法了，截然不同。林小嘴认为兵部府里拿出来个古代鸡酒鸡菜，看上去65针根子嘛最好。上新人一个苗头了，哎，这也有希望的。那林子文屋里穷得人啊，那女人身在身浪向行头，前行各种古代各种鸡酒鸡菜，农民拿不出。还为丞相府里弄出来的，还为各部丁人定期是一个样的，各部丁人姓各部比较65针姓6，还为济南人家，啊，还为有心家来济富，不得老百姓各个同情，人人喊欲望，那么留下来丞相自家刀亲自审问，还为啊，这觉得希望来人，为各部队来对杨定真毛毛，索性要调一个啥讲了。那么我们来各个苗头看，各部丁人还是那个呀，世道不今朝，不出风云了，嘿嘿，心慌得比啊！大哥来么认得个呀？我到小林庄大看泥水干，我到里抬过河干，哎，林落日。哎呀，说是一口么善心思呀哇，汉人认得个，所以到里打美年了，我的四岁。又来死想不到，那男人关关雎雎，有人喊地一刀两断，天有眼睛嘞！哎呀，根本你是要晓得我是一个人有望嘛，你哪不觉呢？呀，师爷，你为什么岁岁忘过啊？那个为首首忘过。我为侬丈夫有望，得在兵部府；为侬丈夫有望，我得只有口骨连连，事业不做的，小小事业力不从心啦，三观人。哎呦，这个事业是厉害，为此我是一个人有望事体嘛，事业不做。师爷，昔日昏睡西陵，一两师爷爷爷，我家丈夫虽不为屈死。我看还有一些希望，还有一些希望。对师爷妈妈恩师谁可是也得呀？马上杀对为啥希望？此话真经。这个人到上了，左右欢喜，太平无事。哪一个？哪有说的？啊？那古王呀，老大师哎，是，还要来夸的。这个呢？啊？哎呀，对师爷妈妈你这个是因为，哪晓得姑娘要不是我个基调的，然后问我阿爷来夸子，这呀。
大概4月2个，离乡出来，相夫姑爷就是林子文，这样的写根本不对着。假使4月相出林子文，只有我个对子但是对头不了。来想要女士的骨却在呀，搿搭也门门清爽了海。哎呀，不海高一高一龙球干来，他是不真心事，是一定是跟京剧大大相夫的大门。还要来快点！哪个？啊？这个？落手真不人人呀！绍兴你为啥不门嘿嘿？给我盯人走来呢？给我他是为昆山那么青刀发上的，我为再说。发让让林子文脱山庄，绍兴市呀，到么搞不出苗头。到底固定人啊，还是罗素镇的机要，是个么地会得上的。不是么看上去林子文庭前有人海底，真的急杀人，是不是盯到里那毛？来的呀，一个人啦，哪怕死了，也非要把人家牵头皮。人有一口气啊，叫发张一支香。一个人总要争气，害他那条命，不看棺材不来困，弄点老酒不来吃。那戏子印上搞不成，人家个嘴也请来吃过了，武器嘴也吃上在。哦，把你穷百姓在骂，那个人能够不争气，还吃里多个么子，这个难听个，哎，叫乌龟吃虎狼的个事。林子文像临时戏还抬着干个的，一口嘴往家小面孔上喷过去，哦哟，那么长期在对在，自家倒白酒，老弟呀，我们个么子么别夹个，但是俺怕俺大家吹龙来个，我不进来一杯。那个女人烧炉的了呢？蓝丝烟。耶，你讲有住得像青少的呀？当兵吃啥哇？啥不是？我就不去和他都有实家。搿么也是啦。哎呀，难听啊！要难听。哪个嘴呀？刚刚吃不得在。做啥？你同地推得来的，吃你不是只有10张。怪照呢，牙齿做事啊，你们对我做事。你们那喷血，怪照的。你们那喷血。哈塞，我是我现在研究出来的。哪家？棺材店、走步店了，黑菜大包。哪家？你多个种腔调，我就看得出。哪？我哥哥，侪是我腔。啊，我腔。没家里个窝头。那家里个窝头啦，啊是我是买家里个窝头呀。那不是。也么你到侬没让买家里向这窝头，把那满天好看中，嘿，这里个三栏目，那是我去是我居然有得出来。你讲，棺材店老板娘那边棺材店啥个招牌呢？那啥个高浪向？规定晓得，规定啥子？还是讲不出。别你们讲不出来，大个名字做啥？俺是也想他便宜后了，人对我想他便宜后。哎呀，你来么子哇？讲都讲出来忙不在，你们也啥都有在，也是在马口头锅头，眼口三锅头，娘都要你是一来做他便宜后的哈。
老老的想我想不来嘛，跟着呀。俺弟兄我水兄呀，我不仅耳光不能吃吃，老老的要洗上去。相府里像个掌中皮薄呀，那是不好的呀。我的吃啥回事？我不来，砰跳进来一拉，哎，老头人啊，什么东府啦？喜欢打架对吧？那很好嘛，啊，男人打女人不像话的。你喜欢打架，我奉陪。我们到外面去弄弄不想想也是一块的。我吃得下个，一个苗头没有什么子我毛高的当水要吃难受。好在不记得，老老的这周屁股已经气坏了。哎，气啥子？我气啥子？你让气啥子？气啥子出去？一个半月了让进来。哎，气啥子？给谁都气啥子？是呀，去马边去。他头上想不到办法个子。你想不到。想不到的。照样一刀两断。是呀。哎。那么我那想，可啥公平呢？俺会想错的。林子文不是固定人口想要个女婿个。我到现在想不通了，我认为想得不错个。哦，你认为想得不错个？哎。那么哪不能杀对呢？这中间都是闲人啊，容易轻松的。林子文做孽。哎，我早晓得伊不是享富贵呀，我觉得应该千里迢迢上头高上。所以今朝林子文个死了，我也有责任。可不是呀，你要必须来的是哪？你把良心说得好在，还是来回来记了问。我只有上定八字啊，叫略表称心。大哥娘娘，你是要来记呀，大哥娘娘。带着你大哥送一送啊，带着。啊，娘开，虽然你死也不做人嘛，当场准备到底大家一早我自己吃过饭个呀。来，进去。大道底下。看见马七虎逍遥放啊，突撞过神气为一林子文却在人场，这条浪下再为林子文一名看得浪触目惊心。我本来心里想，我的只有潘家，我吃正勾过了个女媳妇为出格，所以我实在往吃饱饭，我不离开昆山，我想固定总归要吃饭，我到个辰光做人生呀，我要搞自由了。在自由分开的辰光，自由等我讲，要拿林子文杀给我看，我说我一定要来看。那么说法上排队，那么我想法上来到，总归看再为杨廷正一名，再为毛七虎一名，想不到神就杀个林子文，可么整个龙府里个洞，现在看见只有李小丽，个绍兴人是要气。杨廷正受了该在的了，唔欣赏了行人，带上往下去，看人一笔一笔上看来清爽。啥体嘛？绍兴人，哈也哈切大波，哈我过了女婿林子文，幸亏我老句，问林子文本人是不认得固定人，那么努力办成，那是讲你多定人。林子文是固定人的女婿，全部都自家人，哪会得批准呀？今朝那个帮夫人的，那个对人家当中丞相府里向根本不人来过，高枕无忧，讲绍兴人啊，绍兴人，我盈亏分上那个当，分亏人高，十法上见面，我说我要拿林子文杀给你看，你刚要来看看，我相信500张面孔来人啊，总有一位绍兴人，耶，一看顶进来的绍兴人喂。一看绍兴人对自家那戴眼镜嘛，根本一想我气杀了，到底就了让我睡。哎，我当时听不出一个那台上百姓人脚都几千人的，这种动作看得出的，大家心照不宣。还有这个脸面到发枪来，啊，看见没有？本县把林子文绑在这里，哎。53克一刀，1刀2度，做动作53克的么？这样我拿林子文杀不来看，个绍兴人气球，2个肩胛杠个头，不一定的，天有不测风云。
喊个老多做新官来哦。搿么军队嘛，最后不输的多呀。关着朱元璋等我地里把辰光，这地杀杀他们老的新定人，有的能使官太么？世人过脑子动地不得个快，马上把朱元璋热衷5日啊，眼睛一杀，5日出不开，破哟！一到3颗月要杀头的，发长老蛮紧张，嘿嘿，固定人啊，走来的，固定人搭只钢器呀，坐头过呀，这边鼓掌谁剃头呀？那么说得清清爽爽，有一个杀个杀，关个关，讲这个讲这，事体弄清爽，而是为主家乡。固定人回到昆山的门口呢，发长老下个辰光嘛，是叫把初刻，实际上下嘛5时分到，如果发长老提早辰光的。固定人回来呢，心里想想，顾家林子们总归出来管家的，哦，要林子们女婿面上面多分看见些，乃么的翁西哈注意在，个门廊向看见他是走来时高兴得不得了。本来呢，顾家有人海底一到2度小家这么顾上，现在听到廊向把菜子啊过好的，喝布啊过好的，因为底下的人才把所有来。搿现在辰光突然来个老太师，那不开心，哒哒哒哒哒，直奔奔到听到了，固定人3个夫人侪哭出乌拉了海，要紧打上来，恭喜夫人，侯喜夫人，好事，想要走来的呀！哈，谁家哭出乌拉门，但是余家马上闪出来呀！不这样懒男人走来3个救命瓦布杀来着，这些辰光还不要紧了。所以，谁家的眼睛上追出来？哎呀呀，老相公回来了！固定人是市场插方，说走来还是皮毛。不过公国了，大兴来么各大庙里发呆。哎耶，大厅上向过把布了，喝布了，我里洗人哇！阿会出气的，3个夫人落里个气脱了，一看不谁了了。随时不看见鸡卵65针，阿为囡死噶。要么我固定人不应该有囡啊，自家囡9年死脱，来个鸡卵面孔，得自家养个囡方法，谈得对其恩结妇女，乃是那一经相夫传戏啊。要进门，夫人须得客套，女儿受赠你。懒男人这个技能是最欢喜的，眼睛上面能，哎呀，老相公，大事不好了！也好得了，要进守定门，得家小妈妈，后日惊慌啊！老相公。
下女婿一岁也一得两头，还三起剧组来，剧组女婿们2个人，翻马机，别等杀他们。大头上姑杨定军，那天后三路来，把他们刷刷帮扶都对。你为民是黑人，给那相公叔叔相聚一岁归来。哦哟！我盯人气婚，只有个屁股毛，气候们认为姑姑相。哦，我个在想，够了的，后台在想，没用的，到心里想说的起。我现在受伤于世啊，好打官名人啊，我们过了预备规则，无跑毛拔刀之气嘛，都像一人。只有个晓得我姑爷林志文，我个女婿，俺个硬要拿的冤枉杀头嘛，我想想个胆子不是俺大嘛。那么林志文我也不认得的，啊为林志文石头强盗呢，石头凶手呢，如果石头凶手，晓得我个女婿照样办了，各种官倒是好官的，哎。哎呀，不要顾到营场上想去，眼眼的林志文杀人凶手，乃是我一时英明手手来，不要把老百姓抹杀啊！不过再一想，不气了，林志文是冤枉，有人海底死他，一想气应该气，气之下来了，不提狗牙事体，今年举个张屋子，冤枉个生口娘。你看你个大义，打得个外头阿嫂，你看你们人品阿比么兄弟俏，问酒馆的话个无人帮，门子苍蝇都不了。苍蝇飞上去别人个家，门子钉上去回头摇。你看你咋芙蓉里，你看你个细眉毛，你看你个身头跳，杨柳腰，你看你们一双小牡丹尖雕。男人要吃到这个发难当中来马风骚，西东那么老，捉到个衙门去，到是你个大阿嫂，早早哭呀呀好，哭得你们隔壁相邻。想困得了，原来你们没哭了，容家心焦，都请老早，同志你个老搞笑，说得困三人你我个鸡呀来找，想不到头痛虚荣，气心胡了，小小林长。那还睡的是阿三哥没有制度先结婚喏，但是你们天不讲来，万不讲，你晓得你搞啥人啊？你别气啊！但是你们有搞不有搞本性嘛？你们不必你个气。要记牢，手里的一箱个骆驼炮，都送你命一条。你们一看有气冲人笑，你往面
一心我人上来高嘛，我做你多肌肤人风明亮掉。这个老老根，你这在说气呀？哎，手一带礼貌嘛，要做礼多吉。林子文在面孔上青，对家乡嘛，我说得高，非要280岁啊，你500、200岁高，天下人才好高，觉得毛天虎不高，神就跟毛天虎，你哪对我得？你再来做啥人？真生气，眼睛里虎来报得出，对家乡看看，我把你这个贼人！滚开呀！把这个城内黑党俺不是的呀，那么黑党们来是的，城内比较活络，对你妈妈这个烂腿子手里去，还是提走啊哈！你先讲托你帮忙的呀，你体育搞错，哎呀，我来帮你先讲忙，在哪里？是你最过来嘛面孔铁白。铁三你了，爸爸。那做啥？俺有几岁了？60岁，关你啥天？俺没有60岁子，我可是不高。你的年纪差不多了给神哪个？我关照你讲闲话，稍微注意点。你这个讲闲话听啥的？还是铁车，还354。说给你个阿姐们去搞不那个兵部公子家啊，买钱后家，你晓得个？你这个美人啊，你可见个？哼，哦哟，你这个做事体怪，你哪晓得家？阿姨是搞那个做事体了，哦，搞子人在，媳妇杀头，那么今朝在法场来看来激怒人，哦，神心来出个眉头，譬如这样说，你得一杀头在，你这个烂高线已经搞子人在。你阿姨今朝这个好委屈在法场上看来只那个烂活生。这个老老的不会形象么？一气之不主播不得动发，声音也发不出，气宇之力啊，才过了结婚啊！你不可以结婚？我不做地包盖啊，上次眼睛不是推起盖，各种那个上面，各种那个马相，各种那个古人，哼，一个点苗头也搞不出，当然兵部府拿出来。搞不出，今日的发比啊！告诉你听，你们那7、8、3姐妹，哼，我们开古代的盖，你们开水头厂盖，还是家父也杀头在，那么奴的不出来嘛，走地不生意上没说代理家，本做的服务生活，开古代的嘛，奴开古代出来嘛，还理所当然管，现实有个是黑天大宝，你头把比哩哩，哎，家父，你这些听来是你还354啊？我的屋里是还给下来规规矩矩来，是不是？一下死了那么个屋里呀！林子文听得蛮清楚，哦，原来为是俺都心结。反正我也要我为，想想家乡是不是个中人？那么的二回在，刚刚在家乡眉毛是眼睛的，我的莫谁人说啥的，我拉不出个难过，两多眼里生大的。原来是此。娘娘家总是为何春梅活络，非正小姑也得功能为，那么还是让我来尽力追捕。故人为其尽力谁悲？应该领情的，生离死别，家是要来敬我办罪去。那么滴滴的，虽不好拿了帮了了，还了，个嘴巴当然可以张开来，那么嘴巴张开，一杯醉。马上的嘴里向咕滴多，要以我气氛以那个地包跳起来，林小姐老弟啊，吃不得。林子们想吃不得嘛，可以追到嘴巴里，要门嘛，不好开口，又可以追。对你老忙，你讲，你有理由该，那么我吐出来；你讲得不理由了，我应该吃下去。